我係二 C 班嘅10號。你哋有冇諗過，當親人一個個離去，生活只剩苦難嘅時候，人活着嘅意義究竟係乜嘢？今日我哋一齊走進余華嘅活着，喺福貴嘅一生入邊揾到關於活着嘅答案。活着係中國作家余華嘅經典小說，以主人公福貴嘅一生為線索，講述咗佢從地主家少爺淪落為貧苦農民嘅事，喺動盪年代入邊先後失去咗父母、子女、妻子同埋女婿，最終只剩一頭老牛相伴嘅淒慘故事。佢沒有刻意嘅煽情，卻用最樸素嘅敘事道盡了生命嘅苦難同埋堅毅。最讓我震撼嘅有2點，第一個係苦難中嘅溫情。福貴嘅兒子有慶為咗救院長夫人獻血而死，女兒鳳霞出嫁之後曾經有過短暫嘅幸福，但係喺生產嘅時候因為大出血而離世。呢啲死亡看似殘酷，但係讓福貴每次都喺絕望之後選擇繼續活着，因為佢明白活着本身就係對逝去親人嘅紀念。而第二個就係生命嘅韌性。晚年嘅福貴失去咗所有嘅親人，但係佢從來都唔係嚎啕大哭咁樣抗爭，而係將痛苦嚼碎入肚入邊。佢每日耕地餵牛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邊諗住親人嘅名。佢講：活着就好好活着。呢一種喺苦難入邊熬出嚟嘅韌性，讓我明白到活着唔單單係為咗追求偉大嘅意義同埋價值，而係喺平凡甚至痛苦嘅日子入邊，依然可以揾到繼續走落去嘅勇氣。讀完呢一本活着，我重新認識咗活着嘅價值。曾經嘅我成日覺得要做出成就先有意義，而家先明白福貴嘅故事蘊藏住最樸實嘅道理，正正係活着從來都唔係同苦難對抗，而係學會帶住遺憾繼續往前走。福貴嘅一生教會咗我，就算被命運一次次咁樣打倒，只要仲可以呼吸，就應該帶住對生命嘅敬畏好好活着。後來遇到各種挫折嘅時候，我就會諗返起佢牽住老牛耕地嘅樣子，嗰啲瑣碎嘅煩惱唔算乜嘢，只要好好咁樣食飯，同家人生活，就係好好活着嘅意義，亦都令我更加珍惜眼前嘅日子。余華說：人係為咗活着本身而活着，而唔係為咗活着之外嘅任何事物而活着。呢句話我深有體會。福貴以笑嘅方式喊，喺死亡嘅伴隨之下活着。佢喺晚年失去咗所有嘅親人，但係佢正正守住咗活着嘅勇氣。呢個就係最打動人嘅地方，亦都係最令我敬佩嘅地方。福貴嘅故事並唔係用嚟教會我哋點樣對抗命運，而係告訴我哋，無論遇到乜嘢，只要仲可以呼吸，就應該認真咁樣活着。希望你哋可以打開呢一本活着，喺入邊揾到好好生活嘅力量。我嘅分享到此完畢，多謝大家。